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 Edward， 我喺同一個商場、同一條通道，親眼見證隔離首飾檔一張單做28000，而我嘅甜品檔一日先做200蚊。今日用呢個血淚案例，同大家拆解商場展銷兩大致命陷阱：客群錯配同陰陽位。剛剛完成1連9日將軍澳商場2期展銷，場主老友俾咗個超友情價，位置喺主要通道，租金相信只係市價一半以下。又容許我差不多翻身再裝嵌佢哋嘅攤位放雪櫃，心諗天時地利有齊晒，咁都輸就真係自己問題。其實之前試過將軍澳廣場、新都城1期及2期呢區做親都出事，果然今次都唔例外。諗住賣大路甜品應該安全，點知個場長者佔大多數，甜品完全唔受歡迎。試咗2日果斷轉型，將甜品櫃換成急凍櫃，改賣湯料同肉丸，先勉強收回失地。但有一樣真係拆唔掂，就係致命陰陽位。同一條通道，90%人流只走另一邊。我攤位好似有個隱形結界，就係前輩所講嘅陰陽位。選錯邊，租金再平都冇用。呢次經歷令我深刻體會到，沒有不能做嘅場，只有不匹配嘅選品策略。隔離首飾檔可以做一單夠交成期租，證明呢個場係爆場，天時地利有齊散，同事能力我絕對信任，只係我產品唔啱地方。如果你都想避開呢類展場伏位，可以馬上掃描影片2維碼。加入展銷王聯盟，我哋共享全港上百個場地人流數據及客群分析，等你下次出擊時選對場、選對品，一擊即中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